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6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7篇第1到第2节，11到20节。列王纪上卷22章第29节到40节，51节到53节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到13章第5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审查自己。首先要先谢谢兄姐的关心，过去2天感冒，声音不是很好，有做快筛是阴性，今天已经好很多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台湾以及几个亚洲的国家都被称为最会考试的国家。各级升学考试过去在台湾只有大学联考，只有高中联考，但是现在的考试只是改变很多，也很多元，有学测，有英检，有大学多元入学考试，有国中教育会考，还有许多职业鉴定考试等等的。参加考试的人总是会想要一而再的练习、考察自己、自我测验，以确认自己已经真的预备好了。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，标题翻译成审查自己，英文则是写的 examine yourself， 意思说要自我测验自我检查。关于这个测验呢，其实每一个的测验或是每一种人，他们要参加都有其特殊的项目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务、工作、专长或是兴趣。就比如说，考音乐的人不会去预备一个开画展的事情，考汽车修理专业执照的人，他不会去厨房练习做蛋糕，预备考试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看到列王纪上卷22章到29到30节，他说到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约沙法到基列去攻打拉抹城的时候，亚哈对约沙法说：“我们上战场的时候，让我化妆，而你仍然穿着你的王袍。”于是以色列王就这样做了。以色列王亚哈他对犹大王约沙法这样说他要化妆上战场，那要求这个约沙法呢，仍然穿着他的王服。这说穿了，其实就是在陷害人而已。我们如果对古代的战争熟悉的话，我们不难了解，一个王上战场是不能化妆成不是王，还让别的王继续穿着王服来出征，那到底这个军队要听谁的呢？这样的意思其实就是非常明白了。以色列亚哈王是一个自我测验不及格的人，就像他是一个汽车修理专业的人，拿着锅铲准备一场盛大的宴席一样。这样一个不合格的王，以为自己这样做就可以让他脱离灾难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叙利亚王命令32个战车指挥官专打以色列王一人。所以当他们看见约沙法王的时候，以为他就是以色列的王。
都去攻打他。但约沙法一喊叫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啊。”那他们就认出他不是以色列王，就不再攻打他了。其实这个真正就是亚哈王的如意算盘啊！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子的。接下来的经文这样记载，他说：“可是有一个叙利亚兵随便开弓，恰巧射中了亚哈王甲衣的接缝处。亚哈对赶车的喊说：‘我受伤了，转回去，退出阵地。’亚哈王当场就已经死亡了。接续的亚哈谢却同样的持续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劝勉那些基督徒的时候，他说要审查自己，要考验自己，这真是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事情了哈。圣经说你们要查看上帝，查验上帝，看看你们是否借着信心生活。除非你们完全经不起考验，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面。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，我们祈求上帝使你们不再做任何坏事。这不是要表彰我们经得起考验吗？而是你们有正直的行为，即使我们被当作是失败的，我们绝不能做任何敌对真理的事情。只要离开真理，我们的软弱你们就刚强。这是我们应该要高兴的。我们所祈求的是你们成为完全。因此我在远离你们的时候写了这个封信，好使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不必使用主给我的职权严厉的对待你们。主给我的职权是要建立你们，不是要拆毁你们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保罗的口中，审查自己，检验自己，给自己测验，都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学业成绩能够进步，在信仰道路上面能够表现得更好，也更让上帝所喜悦。基督徒应该时常三省我心，天天查验自己的生活是否让主所喜悦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经得起考验的基督徒，在信仰生命上能够历练越来越像主基督的模样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